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心理學家吳志嫣 Natalie。喂，有冇試過咧，同一個人明明曖昧緊，又或者咧啱啱開始拍拖嘅時候都好地地㗎，但係咧當對方一開始想同你深入交流嘅時候咧，你就唔知點解好似驚驚地，有種想逃避嘅傾向。佢咧 send 個千字文向你表達嘅時候，你就已讀不回。佢問下你，喂，你聽日去邊啊？咁你就覺得咧壓力好大啦。佢想同你講下內心嘅感覺，你就會即刻揾藉口去廁所。當你嘗試同身邊嘅朋友分享嘅時候咧，佢哋會話乜你咁渣㗎？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明白，你心裡面其實好矛盾嘅。你並唔係唔愛對方，只係覺得咧太近啦，個感覺好窒息。今日咧，我哋要一齊為逃避型人格平反下，點解你越愛一個人，反而咧越想逃跑？逃避型依附之所以形成，通常係因為咧有一個情感失靈嘅屋企人。細個嗰陣時咧，當你喊啦，當你驚，又或者想要攬下嘅時候咧，父母嘅反應可能係喊咩啫？自己解決啦，又或者好小事啫嘛，有咩好喊啫？慢慢咧，你就會學識一套咧生存嘅邏輯啦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感情咧係靠唔住嘅，所以咧慢慢你就會將自己咧修煉成為一個咧情感嘅孤島。你會覺得咧，只要我唔需要人，就冇人可以令到我受傷啦。所以咧，大個咗之後，當伴侶想靠近你咧，而你嘅大腦就會自動發出警報，好危險啊！有人想入侵我嘅領域，又或者咧有人想控制我啊！快啲縮翻入個殼度啦！逃避型嘅人咧，內心咧好似裝咗一個咧警報器一樣。一般人拍拖咧，佢哋嘅目標想兩個人變為一體，但係逃避型嘅人拍拖咧，佢就會想喺唔影響獨立嘅前提底下揾個人陪下自己。一旦對方咧跨越嗰條所謂嘅安全線，譬如話佢會開始問你嘅行程啊，要你每日報到啊，又或者咧對你太好啦，你就會覺得哇，我還唔起噃，然後咧就會自動啟動咗嗰個咧挑剔嘅模式啦。你會突然間咧覺得對方食嘢好嘈啊，着衫好核突，性格好差，總之咧你會盡量揾地方去扣佢分。目的得一個，你就係想拉開嗰個距離，然後揾翻嗰個距離感而帶出嚟嘅一種安全感啊。假如你自己係屬於逃避型，又或者咧你同一個逃避型嘅人拍緊拖，以下嘅3個建議，睇下幫唔幫到手。第一，當自己係逃避型嘅時候咧，可以試下咧向對方袒露自己嘅恐懼，話俾對方知咧，如果我哋太埋身嘅時候，我會覺得有壓力㗎。唔係因為你唔好，係因為咧我自己嘅習慣啦，或者成長嘅經驗啦，咁所以我需要一啲空間咧去消化下。第二，一啲微量嘅練習。你可以咧唔需要試下講晒所有嘅心事嘅，不過咧適當而舒服地咧向對方透露你自己嘅嘢，可能咧俾你感受下，咦，透露咗又唔會點嘅喎，你自己舒服之餘，對方咧亦都會因為你呢份分享咧而感到安心嘅。第三點，俾你嘅另一半一個說明書。逃避型嘅朋友咧最怕係估下，而俾你嘅另一半知道咧邊啲係你嘅 red flag。其實咧邊啲位需要留白或者俾空間你，呢種咁嘅坦白溝通咧，可能會幫到對方同你相處㗎。如果你係逃避型嘅另一半，請你記得咧，原來佢避開唔表示佢唔愛你，只係咧佢需要適當嘅空間去叉電，感受翻嗰份安全感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埋 YouTube channel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